想你，世上苦，爱跟特别想你，想你，世天来，想你，世差，想你，世上，爱跟特别想你，想你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金老师。今日我来和哈帕舞头。那今天我们会有一点不一样的，加入了机械舞 popping 的元素。那让大家来跟我一起练习哦。第一个我们要怎么样用力呢？来，双手先叉腰。好，我们先来讲脚的动作。脚的话，待会拍子到的时候，我们会往后伸直。好，来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保持往上的律动。那待会我们会加上重心的移动哦。来，准备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让膝盖先稍微保持轻松的直弯就可以了。好，先不用特别的用力，我们先习惯这个运动模式。来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那待会注意的时候呢，我们在用力的时候，尽量蹲低的时候，我们把力量往上推动，像这样，嘿，这样子。好，所以我们身体会有一个自然的往上晃动。再看一次哦，弯膝盖，好，往上推，伸直。好，我们做快一点，弯直，弯直，弯直，
弯直，很好。所以要感觉的是我们的大腿往上推动，千万不要让我们的膝盖是往后推动，像这样，这样就叫往后推动。好，这样很伤膝盖哦，千万不可以这样做哦。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膝盖弯曲往正上方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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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好。来，那我们接下来，待会再换重心移动的时候，到右边的时候，我们只用单脚做弯直的这种做，所以过来的时候微弯膝盖，来，1、2、3、4分片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很好，所以抓到脚的力量咯。来，接下来我们加上我们的双手。待会先这样，我们手收进来，像鸡翅膀一样。好，手肘往下。待会用力的时候，是我们手肘往上，用力，用力，用力。好，想象这里有一个隐形的天花板，你用你的手肘去撞它，撞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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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来练习看看，要跟着我数拍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很好，就是往上的时候用力。来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预备的时间不要这么长，我们稍微缩短一点，从中间开始。好，来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所以我们会抓到我们的三头肌的力量，往上敲动，往上敲动。那接下来我们要稍微把手伸直一点点，我们先伸到胸口前方。好，来一样保持我们手肘往上哦，先往下放一点点。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很好哦，就是这样用力。好，手再伸直一点点。好，那我们手可以先保持微微的弯曲，像这样就好了。这样的弯曲不用伸到这么直，这样你会很难用力。好，微弯。好，手大指，手抬起来，指向前方。好，来，我们一样手肘哦，先把它往内夹一点点，放下来一点点。好，来，准备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哦，大家都很厉害耶，一下子学会了。好，那这样哦，我们待会呢，先把右手抬起来。好，然后我们在抬手的时候，要感觉跟走路一样。什么是走路呢？就是我们往前走的时候，一只手会往前，一只手会往后。对，好，所以我们待会会像这样，手会前后摆动，前后摆动。对，好，后面不用伸到这么直，我们就跟走路一样，斜后方就好了，抬高。对，好，来，我们先试试看，身体重心左右摆动，2拍一个动作，来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很好哦。所以我们抬手的时候，2只手都要一起用力。好，虽然这只手在下面，但是它会一起跟着我们的手肘的用力方式一模一样哦，好吗？那切记哦，我们的手在转动的时候，手背都尽量向上，不要变成整只手在转动。好，这样就会看不到我们手肘的动作了。所以我们手掌固定在前方，抬我们的手肘就好了，像是这样。OK， 好，来，我们再加上我们重心的移动哦，来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很好。那我们加上我们脚一起用力哦，还记得我们刚刚说弯曲、伸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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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来，手脚一起来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很棒！再一次哦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熟悉动作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加上一点点的力量，让动作快一点，像是这样，1、2、3、4。好，那瞬间一点哦，来，我们试试看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很好。好，那我们加上
节奏的变化让它不一样哦。好，来，待会右手抬高，一样我们2拍，1、2，弯片3、4，然后变单拍，5、6，2拍7、8。好，来哦，来试试看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，一拍，5、6，2拍7、8，很好哦。来，再一次哦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很棒。那接下来要注意一个小细节，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身体的重心可以左右移动再多一点点。好，所以我们在甩动手的时候，对，重心会移动多一点哦，可以吗？对，好，来再试一次哦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到这里下一个动作的时候呢，我们维持一样节奏感，换另外一边，然后手换动作变成这样。好，我们摆出2个直角，像这样，嘟嘟。好，来，那在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呢会用到一样手去用力、用力、用力，脚也一样继续用力哦。所以在这2拍，1、2、3、4，单拍5、6、7、8，很好。来，我们2个动作接在一起哦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弯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大家表现得非常棒。我们直接跟着音乐练习一次哦。来，音乐准备。好来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弯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很好哦。来，我们再3次哦。好，来这边，5、6、5、6、7、8。很好哦，越来越棒了。来，再2次哦。来，准备，5、6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来，最后一次哦，大家加油，我们一起。来，5、6、7、8。好，大家都很棒，学会了机械舞了。来，那我们休息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金老师。今日我来教哈帕舞头。那上一次我们是教机械舞，对不对？那这一次我们还是机械舞的动作哦，只是我们会用更多的变化让大家来练习。好，那一样，我们先复习一下机械舞怎么用力。来，等一下我们会用我们的双脚以及我们的双手。都记得拍子到的时候会有个往上的用力。好，脚的话是从弯膝盖伸直，弯膝盖伸直。好，来我们重心移动哦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一样感觉上呢，我们的力量要垂直往上，这个非常重要哦。来，侧面再看我一次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。5、6、7、8，对。那回家在练习的时候一样，我们要注意一下身体不要往前后移动，或者是我们的膝盖不要往后去用力，这样会非常伤膝盖哦。好，再一次的提醒大家。那再一次我们复习一下动作，从右手开始来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。5、6、7、8，好，那我们讲一下这边的细节好了。我们的手在交换的时候啊，我们要像机器人一样，所以我们的手并不会有太大的关节移动。好，不要让我们手去这样子移动。所以我们在我们手肘呢固定位置，换的时候就这样交换、交换、
交换，交换。对，所以我们的手肘要尽量架高哦。那手肘呢，尽量可以的话，要离我们的身体有一个直角的高度。不要让我们手缩在一起，这样动作看起来很小、很害羞。好，要把精神拿出来，手抬高。对，没有错，架开。好，来，再一次，我们就继续新的动作哦。来，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很好。那接下来我们先讲我们脚的动作。待会左边的这只脚往右前方往前踩，1、2，好，3、4的时候往斜后方退，3、4，好，再一遍哦，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，好，往前后踩的时候，我们一样让我们的膝盖抬高，放下去的时候踩2下往上推，1、2、3、4，再一次，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，很好。那接下来我们的身体现在已经是面向右前方了，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转身，好，转身让我们的脚尖跟我们的胸口是同一个方向。对，好所以我们转身的时候不要让脚面对前面，身体转到侧面。不要，我们要让我们的脚跟着身体一起转过来，好，面向这。好，那转过来之后，我们一样，我们的右脚往左前方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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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踩。好，来，我们再数拍一次哦。来，面向这，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所以我们的脚呢是右边的时候踩你的左脚往右前方走，右前，很好。来，退后，好，这个时候转身，脚往左前，再踩一步，好就好了。到这里，好，来，我们跟着数拍一次哦。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加上我们手的动作，我们手呢就跟走路一样前后摆动。所以在这里啊，我们出我们的左脚的时候，我们是抬右手往前，像这样。好，那记得走路，我们的手都是一前一后哦，这样我们比较不会搞错手。好，然后退后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左手往前，右手往后，像这样。对，很好。好，来交换的时候，我们交换手。很好，然后再走出去的时候再换一次手，对，所以最后我们的右脚会在前面，左手会在前面，很好，来我们试一次哦。好来，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再一次哦。好，我们先手脚先记起来。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再一次，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很好。来，我们从前面动作接过来哦。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来最后面，我们在退右脚的时候，手伸起来，1、2，然后转到正面，3、4，手抬，右手、左手、右手。左手，对，像机器人一样，我们一次只动一个关节，所以抬高，停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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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那停住的时候，我们会让它有一点点力量，像这样，抬起来的时候，往后敲的时候，手用力停。对，好，所以要停住哦，不要让它变这样，嗡，晃到后面，而是肌肉用力，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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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对，很好。来，我们试一次看看哦。从这边新的动作开始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大家做的很棒哦！再一次，来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大家做的很棒。那接下来有一个小地方要注意一下，我们脚呢在往前踩的时候，重心不要踩上去，不要变成这样，好，这样你会很难回来。所以我们脚跟腰推出去，像这样就好了，倾斜，好，然后退回来，好，身体留在原本位置，转身，再出脚，好，那这时候退后的时候呢，两只手一起在前面，转身，好，最后就是极限 pose， 很好，来，我们来跟着数拍练习喽，来，从这里开始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大家跳得很棒哦！来，我们再练习2次，就跟着音乐练习喽。来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大家越跳越好喽！来，我们再一次加快速度的数拍，就跟着音乐喽。来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来跟着音乐练习。来，准备，5、6、7、8。大家表现得很棒，很棒。好，那今天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拜拜喽。